加州衛生部門透露，加州今年嘅麻疹病例已經達到16宗，超過舊年嘅總數。當局建議大家有需要就要補打疫苗。周正軍報道。據東灣時報消息指，截至2025年6月，加州嘅麻疹病例已達16宗，超過2024年嘅總數，係2023年嘅4倍。呢啲病例分佈響中谷 Fresno 縣、南加州洛杉磯同橙縣、灣區 San Mateo、Santa Clara 同首府 Sacramento 等10個縣。大部分病例都同國際旅行或曾經前往德州等疫苗接種率較低嘅地區有關。目前加州尚未出現社區傳播。有專家表示，出現麻疹疫情並唔意外，因為自 COVID 新冠疫情以嚟，疫苗接種率下滑，導致感染傳染病風險上升。當局強調，麻疹極具傳染性，即使加州幼稚園孩童疫苗接種率達96.5%，亦都可能因為外來輸入病例而面臨風險。全美今年至今已經有1200宗麻疹，3人死亡，其中2名係德州未接種疫苗嘅兒童。加州公共衛生官員呼籲民眾要確認接種記錄，補打疫苗，並特別提醒計劃出國或者要去德州嘅居民提高警覺。衛生專家強調，95%嘅疫苗覆蓋率係防止疫情爆發嘅關鍵。目前美國對疫苗建議同接種嘅未來仍然唔明朗，一向唔鼓勵接種疫苗嘅衛生及公共服務部長小羅拔金乃迪最近更撤換咗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 CDC 屬下疫苗接種實務諮詢委員會嘅所有成員。該委員會負責對 CDC 提出疫苗建議。遭撤換之一嘅史丹福大學全球健康與傳染病教授Yvonne Maldonado 表示，又開始聽到好多關於疫苗嘅錯誤資訊。更差嘅情況就係有人淡化麻疹嘅嚴重性。佢強調，30年前麻疹曾每年奪走上百萬名兒童嘅性命。26台記者周正君報導。